再来看宜兰头城的大溪渔港哦，有一只渔船，因为全村进水沉船，惊讲船的愈沉愈深，所以先派吊车来处理。这个船头家是讲，因为欠工，渔船一冬外无出港去掠鱼咯，可能是船底抽水的设备生锈破去才进水。头家哦是真无奈，伊讲无啥收入，渔船啊搁歹去，望讲政府会当来斗相共。渔港的一只渔船车45度，一半的船身已经浸伫水内，刚来当出动吊车，用钢索把渔船固定，避免渔船愈沉愈深。船主赶到现场，表示因为欠工，渔船1年外无出港作业失收。沉船的原因可能是船底的抽油设备生锈引起的。1年外渔船无收入，即马搁沉船，会当讲损失严重。1年无出港啊。可能内底物件久后会破去，可能水气又灌入去。我们港巡的同仁在巡逻的时候，发现这艘船已经有一点下沉，那随即就是赶快通知船长及主管机关到场。这只渔船沉去是海巡人员巡逻发现的，紧急协助处理，才避免沉船影响到四周围其他正常的船只。但是渔民讲欠工问题，主要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籍渔工无愿意来台湾。头城区渔会就讲，因为中国籍渔工的语言较好沟通，渔民真爱请。啊，不过最近欠工的问题较严重。为什么没有出港？就是那移工邓体嘛，那大陆移工邓体。但是来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的踊跃啦，毕竟薪资什么的，也比较不好，难符合他们的期待了。县政府表示，虽然已经开放中国籍渔工来台湾，啊，不过可能是工资无法度符合渔工的期待，来台湾的状况才无真济。呼吁渔民若做有欠工的问题，会当改请东南亚渔工来补足欠工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